臣等恭迎亲王。宣诏。承上天之眷命，奉先王之传承，属以轮序，入奉宗挑，内外文武群臣革辞劝进，谨于今时昭告天下，继王位。深思付托之重任，唯我西戎先王次子骆韩同继承大统，运赴营城，共图新制，即以明年为新泰元年，赦天下，与民更始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，太医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进来吧。臣等叩见宁王后娘娘。平身吧。是娘娘。洛儿，若倩姐姐，你还好吗？我很不好，你呢？我也很不好。娘娘，你这是虚气上升，触动了胎气，老臣开几服药即可。玉儿。在，你带了太医去开药方子，务必把药方子写得清清楚楚。是。哎，太医这边请。我这身子骨最近不舒服，这位女太医可会按捏？啊，她是微臣的徒弟，对推拿针灸略有研究。娘娘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当然可以呀。来，你过来给我捏捏我的手。是，娘娘。若倩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安子怡把我救出来了。安大哥呢？他死了。被罗汉同杀了，对吗？是的，妹妹，我会想尽办法救你出来。你一定要保全自己啊！你见过我师父吗？楚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你，你要
等着他来救你。娘娘是孕期特有的水肿，没大碍，揉揉就好了。我累了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是。我就知道，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我，从来没有。参见拜见王上。上。起来吧。是王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回王上，娘娘有滑胎之象，老臣奉旨前来医治。这姑娘是你的医官吗？啊，回王上，正是。姑娘，你把头抬起来。本王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不出户，莫不是王上您记错了吧？啊，是，王上，她是老臣莫逆之交的女儿，王上不会见过。是吗？哎，王上应该是没有见过。是王上来了吗？王上，娘娘请您进。生病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和王嫂讨论讨论羌将军的事情。荣坚啊，羌将军，羌将军。你竟然断了他的手节！羌瑶是习武之人，你这样跟杀了他有什么区别？我答应过你留他性命，我不是做到了吗？你这个禽兽！王嫂，小心动了胎气，伤了身子可不好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呀，
他死了。他死，除非我也死。你不是想要得到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永远不可能。先生请。这些日子，承蒙王爷照顾。先生真是太过客气。从今以后啊，还要多多仰仗先生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王爷也早些休息吧。好。谁？无妨，我们的人。楚先生，求求你救救羌将军吧！我救他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只要是楚先生能救羌将军，我吴仁信这条命就是先生的了。好。王爷，这次恐怕还要您出手相助了。好说，一切先生吩咐便是。本王要在你们之中挑选一位死士，大家都是死刑犯，想必很想要活下来吧？本王今天就救一个人出来，但是这个人，这个机会，得由你们自己争取才行。没听明白吗？王上的意思是，你们中间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。那其他人呢？其他人，把其他人都杀掉了，你才能出来。哼，记住了，最后活下来的那一个人才能出来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吴日行。好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本王的死士了。你若效忠于我，我定不会亏待你；但若你要背叛我，也不会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再回到这里，明白了吗？恭喜了。将军，楚先生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荣坚啊，奴才在。你可知我从黄门走到这皇位，走了多少步？不止999步。荣坚，奴才在。你可知我为这西戎打了多少场仗？不少。我罗寒童自披上战袍，骑上战马，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，我从未打过败仗。我打了胜仗68场，只和了那一场。荣坚啊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朕是个坏人吗？不是。
答应你们的，我都做到了。可是这皇位只有一个，应该让最适合的人来做。他只是生得比我早，而我是拿命换来的。恭喜王上获得王位。荣家，现在高兴还太早了。宁王后肚子里的孩子不出，我始终不能安心。荣公公，如何？各位大人请回吧，王上今日身体不适。荣公公且慢。今日我与众位大人相约来御书房，就是为了找王上商讨国事。是。如今我西戎边境战事连连，已经岌岌可危，而西南又爆发了洪涝灾害，百姓的日子也是苦不堪言呐。难道这些王上就要坐视不管了吗？素来朵大人在朝中是相当有威望，但是朵大人，你不体恤王上龙体，毕竟王上也是操劳国事过度，才不得不抱病在床的。当年王上带领我们南征北战，为西戎立下了多少军功？怎么，朵大人是在质疑王上的能力吗？哎呀，各位大人，消消火，听我说，朵大人也是为了国事操碎了心呐，他怎么会不为了王上的龙体安康着想呢？诸位大人，王爷，诸位大人都乃国之栋梁，如今国家有难，王上呢又龙体欠佳，我们更应该为王上分忧才对。其实，最近呢，西戎国边境战事连连，实乃新王登基、新旧交替之时，这个民心尚乱，外敌难免会趁机造乱嘛。其实啊，也都不是什么大事。依我看，我们应当请示王上，派出使者，礼尚往来，这样一来可安民心，二来也可向诸邦小国示意友好嘛。哦，是啊，对。还是王爷说的有道理。事到如今，也就只好这么办了。其实诸位大人都是在替王上分忧，只不过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，我们更不应该让这些压力都集中在王上一个人的身上，这样才是我们身为臣子的本分嘛。哎呀，王爷呀，您这话说的太好了，受我一拜，受我等一拜。那我等就先行告退了。好，王爷请。您请。各位大人请。请，告辞。启禀王上，大臣们都已经回了。我刚才都听到了。
原本想要试试他骆东庭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护着我，话里话外听不出一丝一毫想要在人前说我不好的意思。本来想要除掉他，现在竟有点舍不得了。依奴才之见，可以再观察观察。倒是那个朵大人，有点出言不逊呀。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点道理你难道不懂？王上英明。越是无条件袒护我之人，越是无用之人，我必然不会重用。倒是朵大人有点意思，以国为先，是个人才。王上真是一代明君呐！你呀你呀，对了，太医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奴才这就去办。这件事情要抓紧办理。好了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先生，您交代我说的我都说了。其实，我十分不情愿这么说。洛寒童生性狡猾，奸诈多疑。他看似假装生病，实则是在观察朝中大臣的立场。不合他意之人，必杀之。王爷，这是保命之举。想不到我二哥，竟是如此心狠手辣之人。他如果不这么心狠手辣，如何能将皇位从骆红影那样的人手中抢过来？但是我西戎国的王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呀！哎，只可惜我实力太弱，朝中没有大臣能看重于我呀。王爷此言差矣。先生对此有何看法？王爷不用任何人看重你，只需他们看清洛寒童。时间久了，自然而然会想要易主。而这个时候，如果您恰巧在的话，那正好会成为他们想要投靠的对象。先生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为何启言会加害于你啊？有你这样的谋士在身边，实乃国家之大幸啊！人心难测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先生，你如此不惜一切代价相助于我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我知道先生有诸多苦衷，不要有任何顾虑，只要我能帮上忙的，尽管提出来。多谢王爷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希望王爷能够帮我将羌将军救出来。羌瑶，羌瑶被断了手筋脚筋，已是半死之人，救他简单，只需要找一个替死鬼便可。只是先生，我不太明白，这样一个将死之人与我等还有何作用？在乎他的人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是一切。老太医在不在啊？老臣在。王上口谕，
3日之内熬制出打胎奇效药，确保胎死后母体无法再生育。这，看望王上这是放肆！皇上的心思岂是尔等能够揣度的？老臣明旨谢恩。哼。这，哎，哎呀！见到洛儿了吗？见到了。没有暴露行踪吧？没有。洛儿，她还好吗？很不好。现在璎珞被洛寒童软禁起来了。现在璎珞的身边全都是洛寒童的眼线。洛寒童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洛儿肚子里的孩子。对，我要来找你就是要说这个。洛寒童已经去我们御医房调制打胎药，怎么办，楚先生？你快救救孩子吧！难道楚先生还有这么为难的时候吗？他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事已至此，你还镇定自若的在这喝茶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父亲。切莫轻举妄动。洛寒童就是要用此举，把你我都引出来。洛寒童不仅要除掉他的孩子，还要让他丧失生育能力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毁了洛儿的一生啊！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别惊恐。哎，你看，你们都看看啊！哎呦，听说这个人啊，就是中原的杀人狂魔啊，现在逃到西戎国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怕了呀！现在可真是人心惶惶啊！出门可得小心点儿。是啊，一定得小心。现在这世道乱呐！楚先生说了，不让你去。去了也是白白送一条性命。可是璎珞她，楚先生不是神仙，现如今整个西戎国都在找他，
若王爷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皇帝梦，也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，将他藏在府中，令我同魏先生做事。希望你凡事能够冷静。先生现在也很痛苦。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躲太阳比棍棒好得多，少了许多痛苦。你已经得到了王位，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孩子？没有人能够保证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抢走我的王位。你可以把我贬为庶民，放我出宫，我会带这个孩子离开，永远都不会让他来争你的王位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如果我没有登上王位的话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求我？当初我说过要带你远走高飞，带着你和你的孩子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。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我洛寒童曾经要的是你和你的孩子，不是这一尊九鼎该死的王位。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求你了。你折磨我，羞辱我，让我当牛做马都好，我只要这个孩子，求你了，他是一条小生命啊！听话，听话。我给你磕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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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药吃了。洛寒童，我要杀了你！若晨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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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
行，姐姐救不了你和你的孩子了。有情姐姐，干嘛这么傻呀？洛儿，要吃了，保护自己，等他来。原来又是个旧相识啊！这个畜生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那我就等着你做鬼来找我吧。荣杰啊！奴才在。洛儿，带走。我劝自己，不可以，走，不可以，走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走。一楼，把药吃了吧。我的孩子，师父，对不起。师父，对不起。先生，抱歉。我知道，我亲口了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我的孩子，师父，师父，洛儿。师父。孩子，孩子没有了，我们的孩子没有了。洛儿活不下去了。
你还有我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救孩子？为什么不来？罗，你现在必须忘掉一切，保全好自己。师父一定会来的。忘掉一切。对，包括师父吗？对，忘掉所有的一切，努力保全自己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来，睡一会儿，师父就在这陪着你。睡吧。师父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会这样？奴婢也不知道。太医呢？那帮庸医都做什么了？太医都来看过了，都说娘娘是因为小产才会这样的。另外，娘娘胃口不好，身子急需啊。急需？急需就给我补啊！把她的身子给我补好啊！遵命。皇上息怒。我告诉你，她但凡出现任何差池，朕就是活剐了你都不够！
你怎么起来了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哪儿？你真的失忆了？怎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失忆了？不过，这是哪儿啊？真好看。这里是西荣国的王宫。哦。那你是？我是西荣国的王上，洛寒童。哇。那我呢？我是谁？你叫易洛。易洛，我叫易洛。可是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没关系，不管你记不记得，你都是我最喜欢的人。你喜欢我？对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那我呢？我喜欢你吗？你也喜欢我？那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你想听实话吗？想。来，你以前啊，是一个很傻、很蠢的女人。我才不信呢！你可是一国之君，一国之君喜欢我，那我肯定和与众不同呀。对，你确实与众不同。哼，我才不信呢！但我问你，我们之间有没有恋人的那种昵称啊？有。那你喊我什么？扫把星。扫把星，这怎么听起来那么不吉利？咱俩半斤八两，你一般都叫我禽兽。禽兽，禽兽跟扫把星，不过听起来我们两个还蛮搭配的。一洛，你既然对我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没有这样对我笑过。我是在做梦，对吗，一洛？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对吗？啊！你弄疼我了。对不起。那你说我们以前相爱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了。没关系，我会想尽办法让你爱上我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信啊？饿了吧？饿了。来，我喂你点粥喝。好。小禽兽，你还挺温柔的嘛。
事情，明日再来看你。哼，爱来不来。傻瓜，我说了会让你爱上我，我就一定会做到。先生，快坐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皇宫守备4年，若且没救出来，我也身负重伤。我给你找大夫。不可，现在洛寒洞铁了心要杀我，一旦出去就会暴露身份。那怎么办呀？我略懂医术，自己给自己疗伤即可。好，走。先生，你受苦了。无人行，你一定要帮我救出洛。属下明白，朱先生。娘娘最近胃口不好，身子特别虚弱，还是喝些滋补汤才行啊。我以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许是上天注定了，让娘娘您忘却过往尘埃，有新的生活要过。过往的事情又何必苦苦追问呢？难道我的过往十分不堪吗？这奴婢也不知道呢。你们聊什么呢？小禽兽，你来啦！我来给扫把星带了件礼物。
进来吧。娘娘，您看这绣工，看这颜色，真是太好看了。娘娘那么美，穿上它一定会惊为天人的。喜欢吗？刚开始你送我的时候，我是挺喜欢的，但是多了吧，也就腻了。改日啊，我让工匠们给你专门做一件放衣服和首饰的殿宇，可好？那可不行，你现在可是王上，要是让别人传出去，你为了一个女人铺张浪费，你让别人怎么议论我呀？哼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说你半分。那是在你面前，背后议论你能听到啊？幼稚鬼！你呀，失了忆，脾气倒是一点都没变。我这叫做忠言逆耳利于行。你现在是王上，身边不能都是拍马屁的懦夫啊，这样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明君了。待我封你做我的贵妃，你辅佐我成为一个明君，可好？贵妃？那你后宫佳丽多少啊？我没有后宫。啊？你不是王上吗？一洛，你没有失忆的时候，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因为你根本不在乎。但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，我的后宫里只有你，也只能有你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娘娘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有小孩的衣服在我的房间里？这奴婢不知啊。不是你放的，是谁放的？娘娘恕罪，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，请娘娘责罚。还不快把这个脏东西拿出去丢掉！看什么看，恶心死了，快拿走啊！这是……哦。